来自北区正港里就是长辈，伊来领出都出炉的餐点，有牛肉火锅，有便当，有小食饮料，相当丰富。这爱心共餐拢是来自一群创业青年，因为感慨食饭风地大，毋过就是连食饱拢成问题。所以2年前疫情爆发，就开始号召店家来做公益，组成爱甲包容公益平台。目前已经有10几间餐饮加入，算算的2年来，已经温暖超过300位民众的心。因为我们的名词的话叫做爱与包容，然后最早的话就是我们有一群就是做餐饮业的朋友，那就是有发现到社会上可能就是有一些弱势，那他们可能在餐饮的部分的话，人家说民以食为天，所以能够吃得饱的话，能够才有力气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是以我们有的资源，餐饮的资源，大家结合在一起，然后由小爱汇集成大爱，来帮助这些弱势朋友们。虽然这群青年创业嘛受到疫情冲击，不过透过议员陈英丁甲政港里长的协助，再次关注因的爱心，让长辈感受温暖幸福，嘛让议员表达感佩。今天非常感谢爱与包容公益平台所有这是由一群青年的创业朋友大家一起组成那希望发挥这个能够用这个温暖的食物力量传递这个爱的关怀那今天特别来到我们的正觉里也感谢里长帮我们邀请了里内很多的比较弱势的朋友一起来让大家感受一下温暖那我想特别感谢就是说我们爱与包容这个公益平台那其实很多的店家在疫情期间也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但是他们还是愿意行有余力来关怀所有社区的弱势朋友们那也期待说这样子抛砖引玉的动作能够唤起大家能够多多来关怀我们社区的弱势的朋友。首先我先感谢爱与包容会当来到阮正觉里活动中。迄个正确理家会当帮忙较弱势的啦较有需要的人，就是讲这个爱心的公益啦都有这个机会，我真感谢咱议员甲爱与包容这少年创业的少年人非常的欢喜，我代表阮正港里感谢多谢，感谢谢谢。赵志林表示，这款送餐行动会持续落去，呼吁议员家己爱心行列店家会当加以联络。台南新闻，军职林根采访报道。